魯振順又指自己係因為 TVB 要求65歲以上嘅人士需要體檢，才發現自己心臟需要通波仔。不過因為冇特別嘅病徵，所以做完第4日可以唱歌，第7日去咗貴州做大型嘅演唱會。魯振順早年因為協助朋友申請嘅電影公司同埋銀行戶口出咗問題，導致到佢捲入咗超過200萬港元嘅債務，又試過遭拍拖7年嘅女友拒婚後飲醉酒自殘，割斷9條筋。魯振順今年4月曾因被咳嗽影響收入而公開要求 TVB 高層公平對待每位員工。事件其後獲曾志偉回覆，冇一個藝人可以做到老㗎。到6月嘅時候，約滿就離巢。魯振順離開後，除咗到內地登台兼拍廣告之外，亦喺嘉義媽媽嘅藝術中心擔任演藝訓練嘅導師。目前佢接受陳志雲嘅頻道訪問嘅時候透露，現時生活充實，但係67歲嘅佢亦分享咗目前面對嘅困擾。到咗我哋呢個年紀，都係有滴滴仔，半夜3更就會1個鐘頭起身屙尿一次，甚至乎嘅炎症都會半個鐘頭起身屙一次尿。有陣時我問自己點樣先可以俾自己瞓好啲覺呢？但係我日間都係唔會屙，好奇怪，唔知啲水分去咗邊。夜晚一瞓低，水分就出現，有時係有啲亮度，但係有時唔會係好多。魯振順表示有睇醫生，但情況冇咩好改變，除靠咗藥物之外，亦可祝佢生活作息要定時。魯振順亦自我安慰，70歲原來只餘下幾千日人，所以咪珍惜下，要過得開心啲，有得食就食，有得反就反。67歲金牌綠葉魯振順近年成為焦點，因為 TVB 喺大會上激動控訴後被咳訴，及至收入大減，直言全職洗碗都比我賺得多，反映咗資深藝人處境嘅艱難。佢公開要求公平公正對待，強調自己都要交租維持正常嘅生活，並批評公司近年常用年青人扮老人家，忽略咗真正資深藝人，呼籲高層珍惜買少見少嘅綠葉演員。其後魯振順被問到續約問題，表示無奈，直言唔係我話簽就簽，直至完咗約之前都冇人揾佢洽談。今年6月，魯振順大方承認已正式離巢，而魯振順離開後亦越撈越掂。早前就獲邀一個壽宴上獻唱，期間更獲得現實嘅嘉賓狂塞紅利是。